細個嗰陣，唔知你曾經有冇一刻覺得自己其實係一個天才，喺某一件事上面，你比你同齡嘅小朋友都勁，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拋離其他人。你好快就揾到自己嘅長處，因為做得夠好，呢個長處自然就成為咗你細個嘅夢想。但係隨住長大，你慢慢就發現，原來自己一直最引以為傲嘅事，事實上你根本就唔係咁勁。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曾經你用嚟定義自己價值嘅強項，最終都被殘酷嘅現實粉碎。最後你只不過發現自己係一個平凡到冇得再平凡嘅普通人。大家好，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動漫係極速100米。如果你都係中意關於地球的運動嘅，然之後又懷住好想聽如風老師講經嘅期望去睇呢一套嘅運動番呢，我都保證你絕對係唔會失望噶。但係如果你純粹想睇啲熱血啊、講友情嘅運動番嘅話呢，我就建議你睇翻排球少年啦。極速100米絕對唔係嗰啲傳統熱血嘅運動故事作品，甚至我覺得其實跑步嘅比賽畫面都唔係特別多啦。但大家都可以想象到啊，100米真係眨下眼就跑完啦。如果淨係識練習同比賽，又點能夠撐起成個作品呢？所以其實成套作品嘅核心呢，一直都係着筆於角色嘅內心世界啦，同埋佢哋嘅掙扎。時間嘅維度呢，更加係橫跨咗主角接近20年嘅人生啊！由佢哋小學講到去職業嘅生涯，睇住佢哋對跑步呢一件事嘅睇法係點樣改變。電影入邊呢，就不斷向我哋拋出一個問題：到底你係為咗啲咩而跑呢？或者冇跑步嘅你會覺得，哇，答呢個問題有啲難喎。但係跑步都只不過係比喻嚟嘅啫。極速100米其實只不過係用跑步嚟比喻人生，所以佢真正想問我哋嘅問題，其實只不過係到底我哋係為咗啲咩而活呢？呢部作品由漫畫改編，電影版其實都修改咗好多唔少原作嘅內容啦。我當時就係睇咗電影再補翻漫畫嘅，個人呢就更加推介睇漫畫啦。因為電影版刪減咗嘅內容呢，其實令到角色嘅塑造有少少唔係太過立體啦，甚至乎有時有啲角色嘅發言就有少少突兀咁樣啦。所以如果你想更加透徹咁樣理解角色嘅心境呢，都非常建議大家一定係要去睇翻漫畫噶。接下落嚟嘅內容呢，都開始有劇透啦，所以未睇嘅朋友呢，就可以睇完再翻嚟睇呢條片。過去嘅運動番呢，其實大概都係講下啲主角係點樣克服困難啊，或者點樣同同伴並肩作戰去贏得比賽嘅。但係跑步最終其實都係一個人跑嘅啫。故事入邊一啲團隊合作嘅劇情呢，就唔係好多啦。而主角富堅呢，其實一出場更加係唔需要咩奮鬥啦，因為佢天生呢就已經跑得好快。小學嘅時候呢，佢又未輸過，甚至乎次次都係大幅咁樣拋離對手啊，人哋車尾燈都見唔到。呢一份嘅天賦呢，其實令到佢喺小學生嘅圈子入邊呢，係有一定嘅地位嘅，因為跑得快呢，佢就唔使驚俾人排擠，而且呢，佢亦都有建立到佢自己自我認同。不過只可以話佢嘅高光時刻呢，隨住時間呢都結束咗。大個咗之後呢，佢就發現自己越跑越慢，後邊嗰啲對手呢已經開始係逼近到佢，甚至乎最後超越咗佢。而超越佢嘅人，竟然係當初佢主動去教佢跑步嘅小攻。其實當你喺某一件事做得好嘅時候，嗰件事就好容易成為咗你嘅興趣同埋信心嘅來源。當你叻到去某一個位呢，身邊嘅人就開始高捧你噶啦。但係你一定得啦，今次就係你贏嘅喎。人哋呢同埋自己嘅期望呢，都逐漸將你嘅興趣啊變成咗無形嘅枷鎖。就好似故事另一個角色人神所講啊，你一旦攞個第一名呢，就冇辦法再滿足於單純為快樂而跑噶啦。你爬得越高，你就會越嚟越接近一個殘酷嘅現實，就係即使再有天分呢，最終你都係會面對失敗嘅一日。我哋以為自己係最勁嗰個長處呢，原來喺呢個咁大嘅世界入邊，根本就係微不足道嘅。呢一種連自己最強嘅嗰樣嘢都輸俾人嘅打擊，其實先係最令人崩潰啊！我哋見識過呢個世界，最後只能夠認命。原來我哋只不過係一個平凡到極致嘅普通人。而如風呢，其實想探討嘅殘酷，唔單止係講緊失敗咁簡單，而係佢講出咗我哋根本呢個世界上係有一啲我哋打破唔到嘅極限嘅嗰種無力感。唔知大家細個嘅時候有冇諗過啦？
即係好多人話要破紀錄啦。但係其實跑步啊、游水呢啲咁純粹講速度嘅運動呢，其實我哋知道人呢係一定有個極限嘅，即係我哋能夠想象到呢，我哋係冇辦法1秒跑完一個100米噶嘛。所以世界紀錄呢，其實你破到某一個位，你都唔能夠再破。人呢，就係要面對呢一種打破唔到嘅極限。余峰老師亦都喺訪問裏邊提過，佢幼稚園呢，其實已經係意識到人終有一死啊，所有嘅榮耀同埋努力呢，最終都係歸到零。呢一種嘅恐怖感呢，喺佢腦裏邊啊係揮之不去。但佢後來亦都明白，縱使生命啊係注定會結束，佢依然呢都希望自己可以懷住曾經嚟到呢個世界活過嘅心態去面對，即使呢個榮耀唔係永恆啦，極限亦都擺喺眼前。人呢都係要面對呢個失敗同埋死亡，咁我哋嘅努力到底有啲咩意義呢？我哋又點樣去看待一啲自己曾經為咗一瞬嘅榮耀去付出過嘅汗水呢？所以呢套作品嘅核心問題，其實就係講緊喺呢個你知道會結束嘅人生裏邊，我哋活着到底係為咗啲咩呢？面對失敗，逃避呢就係人嘅本能。正所謂逃避可恥，但很有用。不過作品亦都藉住海棠呢個角色，教我哋點樣係正確地逃避。逃避聽落好負面，但現實的確可以逃避，但前提就係我哋先要認清現實。如果我哋因為驚失敗而逃避，咁我哋真正要逃避嘅，其實就係嗰個驚失敗而逃避嘅自己。失敗呢，從來都係唔會消失。但係我哋唔能夠將所有嘅注意力呢都放喺可能會失敗呢一件事上面。100米嘅比賽裏邊，成功嘅快樂其實從來都只有一個人可以攞。不過人類認真時嘅幸福感係每一個盡過全力嘅人都可以感受到嘅。喺呢個轉眼即逝嘅100米入邊，其實真正開心同埋有價值嘅就係你用盡氣力去完成你想完成嘅事情嘅嗰個過程本身啊。余峰老師藉住呢個短短嘅100米去同我哋講，即使我哋係極度平庸，但依然可以燦爛咁樣活着。